駿景園，係一個市場罕有、實用面積676尺、望開陽山景、間隔係3房2廁嘅筍盤。以下落嚟仲會有屋苑嘅詳盡介紹，我哋一齊睇下。景園位於火炭駿景路1號，合共提供2504伙，分2期發展。發展商為新鴻基及港鐵，入伙年份係1996年，管理公司係啟盛管理。屋苑以實用率高見稱，物業樓高32至47層，實用面積由569尺至2478尺。除咗分層單位之外，亦設有頂層特色單位。分層單位900尺以上嘅大單位供應比例比較多，深受區內家庭客嘅歡迎。至於屋苑配套方面，屋苑設有私人會所，為住客提供多元化嘅康體設施之外，內園嘅平台花園環境優美。屋苑嘅平台花園設有幾部升降機大堂及電梯，直達樓下商場，咁打風落雨都唔怕日曬雨淋啦。屋苑樓下嘅商場除咗有超市、快餐店之外，亦有不同嘅商店，購物方便。交通方面，屋苑有穿梭巴士來往沙田市中心之外，門口亦設有不同嘅小巴同埋巴士路線。由屋苑只需步行大約4分鐘左右就去到火炭火車站。我哋今次睇嘅單位係位於屋苑嘅3座，實用面積676尺，間隔係3房2廁，客廳望開陽嘅山景同埋內園景。客廳有足夠嘅位置放到梳化同埋電視櫃，中間仲可以擺放個茶几添。而另一邊嘅位置可擺放4人餐台。廚房面積寬敞，廚櫃有足夠嘅收納空間，預留咗位置擺放雪櫃同洗衣機。穿過走廊嚟到嘅洗手間，有窗空氣流通。第一間睡房可擺放單人床同衣櫃，同客廳一樣望到開陽嘅景觀。第二間睡房同樣可以放到單人床同衣櫃。第二間睡房嘅對面係洗手間，有窗空氣流通，係用企缸嘅。主人房可以擺放雙人床同衣櫃。大家睇完呢個單位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想預約睇樓，或者有任何嘅查詢，歡迎隨時聯絡返我啊！多謝晒你哋嘅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